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溜溜秋秋，食两蕊目睭。这个意思是做人爱晓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做代志才会圆满。这个目睭被称之为灵魂之窗，人的身体若真健康，目睭就会真金。这个目睭唔那是健康的指标尔，同时嘛是成功的关键。透过目睭的观察，适时采取行动，就比较有成功的机会。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，处女座的人对着细节真敏感，发现可疑的所在，虽然未点破，也过会有所警觉。双鱼座人真够观察甲分析，只是伊表面看起来无遐明显。天蝎座的人充满着神秘感，有时甲伊点点啊思考，无啥甲别人做交流，也过对别人的举止行动拢真清楚。今日讲的俗语是溜溜秋秋，食两蕊目睭。